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来参加着国建署的活动。外界上界关心的也是部长是不是会选台北市长？有风声讲部长的太太已经同意伊来选市长了，也毋过陈时中讲无这个代志哦。啊，若针对交通部的前部长林佳龙，讲伊是一个受训达悬的人选，陈时中讲介意伊的人原来真多哦。啊，若甲问讲改分较难，或者是选举较难，这阿中部长顿底咯，啊，才来回应讲，若是短期来看，选举比改分困难侪咧。穿蓝色西装出现，卫福部长陈时中恢复了后，头一摆参加疫情记者会以外活动，替国建署喜岩台检计划徛台，受访的时，佫徛伫站定的位置，要互大家加看伊的西装1、2秒。不过，既然要讲喜岩，要先问阿中部长是改分难，还是选举难？选举我想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了哈，它短期的密集度高，那当然它难度高。那戒烟是要看长期的，如果戒1个钟头那简单，戒1天也简单，戒1个月也可以。戒烟1年，戒烟10年，有久不抽烟，它是一个长期的抗战。所以相对在短期里面选举比较难。那在戒烟里面，长期比较难。真正拢真难，不过到底敢要参选，外界拢真好奇。他说你太太已经点头让你参选台北市市长，是真的？没有这一回事。现在的任务里面，我们还是卫生福利部跟防疫的任务。外团民进党有一定支持陈时中的人，嘛考验总统蔡英文的提名时机。和前几天啊，积极表态要参选的共党的前交通部长林佳龙，伊认为陈时中是受训达悬的候选人。陈时中家己是有无共看法？不会的，喜欢我的也很多。太上准备好要选举了吗？没有。虽然是讲要未准备好，不过互问到若是提名参选，敢会请示指挥官或者是卫福部长，伊安尼讲。想都还没有到的事情，我们就时间到了会跟大家报告。看起来要是要等一个好时辰才会知影，若是无到上尾啊，暂时拢袂甲大家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